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我想这个介绍应该会当互你满意。我嘛相信，只有经验丰富的兴华，才会当把成本压到遮低。除了报价以外，假使你有其他要求，阮拢会当尽量满足你。我一定互你看到兴华想要甲内地合作的生意。OK 啊，给你讲。好。真是了，伊算足高足厉害耶！老师讲毋讲什么时阵要比赛？袂讲，袂讲哦。安尼咱会当豆豆想要唱什么歌？伊算真是足高诶，对无？冠华。爸爸，爸爸。啊？什么啊？老师讲我英文进步足多，爱我报名英文唱歌比赛。哦，伊选足高，足厉害。冠华，你有心事哦？无伊选甲你讲话，你哪拢无听到？无啦，公司出一寡状况。公司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，莫问啦，你也毋捌啊。医生食饱未？妈妈陪你去写功课，好无？好。妈，我陪医生去写功课啊。好啦，等下我伫我来收就好啊。安尼你收好先放了，我看我才出来洗。好啦，医生，行。啊，身体安怎？你敢有甲安达好啦？哎呦，紧讲啦！你有安达好无？这我到底是……好啊啦，妈。伊足烦的，你莫阁烦我好无啦？我家己代志我家己处理啦。你是要处理啥啦哈？啊，身体巴肚来这个有可能是查甫的哈。到时阵若真正是查甫的，不管安怎用头的用手的啦，我嘛要甲这个孙留在我的身躯边啦。妈，到时阵……哎呀，你叫啥物骂啦，无路用啦。恁老爸若是知影讲你要甲业界的子孙囥伫外口，无爱互伊转来传宗接代，伊半暝就会找你算账啦。哎呦，真正是哦。哎。身体根本是大嘴开开，食我食死死。唉，煞去，莫插伊，加甲文玲讲老实话。花伫厝对我的手头，我惊啥？唔对，即摆当咧闹分家呢，兴华资产几60亿呢，我甲文玲凊彩分的，嘛会当分到几落亿，我袂当安尼就放弃。也毋过我要去多找500万啦。
高当，叶经理，我讲过啊，你一定转来拜托我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啊，毋是头一摆来，叫你客气创啥？这样？高当，我今日搁甲你讲一个机密的消息。张友莲爱阮定算成本，阮工厂今日规个下晡拢咧算，有可能报一个真低介绍给 James， 敢卖我替你探听看卖？毋免啦，张友莲已经甲详细的报价给 James 啊。正紧哦，所以兴华已经摕到订单啊。这是无啦，要毋过即马阮的报价甲兴华是共款的，所以变甲有淡薄麻烦。而且迄个 James 爱阮美互你甲兴华伫同一天进行提案，讲要看提案结果，然后伫两个之间选一个来合作。安尼，高当，敢有啥物我愿意斗相共的？假使你会当阻止兴华，互因袂当摕到订单，毋管你用啥物手段，我袂过问。好，办法我替你想，要过我的500万。500万？叶经理，你伫滚身笑？我替你做代志，无真大的风险呢。我若互发现，绝对会互厂甲吼出门。而且你想看觅，只要内地的订单你摕到啊，明年公司的营业额上少20亿呢。高当，你袂吃亏啦！你对兴华手头甲大客户抢走，安尼因就有可能做袂落去啊。到时阵伊有可能就会甲规间公司拢卖互你，你钱嘛赚到啊，搁变做纺织这道大工的龙头，500万对你来讲难产的啦。高当，你好好考虑清楚，我先来走。当然。我会用互你500万，也毋过，你爱等我甲内地的合约签好了后，你才会当摕到钱。好，阿嬷，这菜脯卵吼是我的手路菜哦，哈，你食看觅。菜脯卵袂歹哦，哈。尤丽啦，啊，你毋是上爱食菜脯卵，啊，那毋赶紧来硬啊！来，阿妈在甲你讲话。哦，我有听到。哎哟，啊，你有听到你毋免甲我应了哈？啊，你即马是咧想啥呀？哈？那一个面安尼是凹嘟嘟啊？哈？就烦啊，心情无好啦。你要期望看呢？哈？啊，我拢无看到你咧看书，你还有时间通我黑白想阿我哈？嬷，我拢已经叫寒，搁期末考。啊是哦，歹势吼，拢无咧关心我，连我期末考完拢毋知影，敢若知影关心阿兄。好啦，无期末考结束了后，看你想要去倒位耍，做你去耍无要紧啊。啊，毋过上主要迄个休寒的功课，毋通袂记写呢哈。哎哟，花压袂压啦，我先来压花啊，哈。阿嬷，花拄只压咱就压过啊，嘛问我是安怎心情无好，大家拢无关心我。你敢要甲我讲你是安怎心情无好？啊对，咱去你讲。啊？等下。哎哟，行啦，工卡停，莫搁食啦，你是滴哦。真正足袂爽诶！顶摆分家会议明明是我建议要开的，结果开完了后，我想讲，我的快乐天堂要来啊！结果咧，啥物拢无，无彩我在遐期待半工。安尼嘛无法度啊！
咱即马毋管做啥物，拢爱看大人的面色。你伫遐开时间生气，阁不如开时间出去耍，看心情敢会较好诶。无效啦，愈想愈受气。哼！而且阿嬷以前拢甲我的代志藏伫心内。你拄则敢有看到伊迄个态度，完全就咧应付我啊！安尼嘛真好啊，连遐尼要紧你阿嬷拢无遐尼要紧你啊，安尼你就自由啊！你敢要趁即马想要去佗就去佗，享受一下无人管你的日子，完事你也爱着即种感觉。安怎？我讲的真有道理吼。我一个人出去，然后就莫转来，互阿嬷甲其他的人找无我，因一定会足紧张的。你的意思是你要调工失踪啊？无毋对，我甲你讲，谁叫因拢无关心我，我无失踪表示一个抗议，无消息一个，因根本毋知影我伫因心内有偌重要，而且伫阮即个家做人免受好，像阮阿兄安尼互食够够，我这上细汉的，就要互因好看。你毋是上细汉的，你以前是上细汉的，已经有一个比你搁较细汉的伫你后壁。就是伊，就是因为伊，我这上细汉的，才变甲无人关心。我毋管，在这囡仔出事之前，我要甲以前同款，互疼惜。我的计划袂当甲别人讲哦，我即届要自然消息，互因足着急找我了后，才自然转来啊。所以需要靠你，伫遮吼。互我知影所有消息。会用啊。我有啥物好处？少年人果然是少年人，啥物拢爱好处。我甲你讲，世界上有一寡代志比迄个钱搁较重要。你敢有听过一句话？情甲义值千金。阿嬷，有理哦。哎哟！你着当作甲恁阿姑斗相共啊！你是无听过亲兄弟嘛爱算数哦？你是我的阿姑，而且是无血缘关系的阿姑呢。好啦，爱想甲你讲啦。先讲哦，莫孝顺我的所费，搁互你我即个出去只会当食土啊。无安尼啦，等你顺利分到一间厝，会记留一个房间互我，互我随时当去。重点是免钱。先到。Yes。遐毋过你打算要消失偌久？既然你袂当食厝内，就要靠所费，真是毋知影你会当挡偌久。谁讲的？我甲你讲，我要互因对我失踪足有感觉的，无得着无得，无爱转来。搁有啥物挡偌久？我甲你讲，就一暗，我一暗无转来，因绝对哪靠哪叫我转来。你等你看。款行李。出门啊！茶是偌好啉，竟然无反应。唉，出门之前足喙大的，啉一杯凉的好啊。这茶哪会这重哈？茶什么物件？哪会茶遐尼济？唉。这足冰的，这你有定食无？哎哟！可细声咧，阿妈你困莫甲吵精神啦。拢讲要出门啊，竟然无问我要去倒位。切！阿嬷困饱？最近代志遐多，是要困偌久啦？
有岁人吼，迄老人目愈来愈严重啦。迄顶界冠华吼，配互我迄什么叶黄素吼，食完啊呢，啊哪拢无搁摕来啊？我楼顶也有啦，我摕互你。我要出门啊！我要出门啊！啊，你先创啥啦？啊，出门就出门，花大声创啥？当作插耳人哦！摕一个叶黄素，摕只故事，随了我算哦。哎呀，就一个当叶黄素是藏在倒位哈？是藏在保险箱啊？啊，无就是慢慢找一个找啥？好啊，拢莫插我啊！到时阵就莫哪哭哪找我，哼！就莫插我，我就特地消息2天，看恁敢会来找我，敢会后悔。也毋过我要特地消息是要去倒位哈？谁来甲我斗3天啊？哎。小凯，哦，袂呢，这风扇头一定甲我出卖。晓得，哎，袂呢啦，因爸遐尼歹，可能真正会互我消息。啊，调翻个，哎呀，遐又搁受简单互找着，够像啊！奇怪，我到底甲以前参考资料放咧对啊？哎，丢啊！你徛遐悬创啥？我咧找物。你完怎无？啊？我无，你咧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在有一天要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屋檐下。你徛遐悬创啥？我咧找物。你安怎无？啊？我无，你咧？二姐，你迄个门，我啥物都无看到，我无看到，我伫外口等你。我毋是，你误会啊！丢你！丢你！你拄才安怎入来？啊，着恁门无关，然后我就行入来，无说你着。歹势，是的。你莫有袂想哦，我拄则只是咧找物件。哦，伫身上找物件。毋是啦，我是咧找柜仔内底物件，然后无说你拨落来。哦，对，你拄则爬遐悬创啥？刚才我接到，无你就受伤啊。那毋是你叫我大细声，我根本就袂拨落来。放着对袂准，怪马通歪哦！我心脏差点跳出来呢。刚才我肾上腺素凊悬，脚手搁扭掠，甲你接到，无你就出代志啊！我会出代志嘛是厉害的。上好是啦。也无。笑啥？你到底会创啥？
哦，我离家出走啊。离家出走？嗯，你离家出走创啥？啊，着袂爽抗议啊！日子顶摆开家庭会议，你敢袂感觉真生气？生气个安怎？迄种无人关心的感觉，真正足歹足歹的。哎，真正足失礼的，我终身体会到你孤单的心情。阿嬷干那要紧阿兄，爸干那关心伊看手，咱这种旧一年的囡仔，就甲空气共款。哎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日子，拜托你收留我一两天啦。我袂你转去。哦，日子，我即摆真正毋是讲讲的尔啦。你拢毋知影家庭会结束了后，厝内气氛有偌歹，大家袂着去面抢，毋讲话，无着吐大气，规间厝就敢若冷冻库。我讲话嘛，无人要插我，所以我就走出来啊。你一定了解这种感受，咱拢遮可怜，你着收留我啦。安尼卡停咧，伊也是要留伫迄边。哦，伊敢若适应了足好诶。拜托啦！对啊，着互伊困卡丁的房间，怀伫这一两天。啊你咧？我困客厅的碰椅就好啊，啊毋是无困过，而且我嘛真怀念。你人真正足好诶，多谢你，李师傅。叫有你，莫有袂叫。哦，紧，甲物件摕去整理者。好，莫找卡丁的内裤，我甲你讲。袂啦，多谢李师傅。叫有你。恁真熟哦。无啊，就是讲做的人侪较老实，而且趁这机会，互你甲遐个无血亲人联络感情，毋是真好。你要摕物件哦，我替你摕啦。哦，喂，喂，卡婷，阮兜的人敢有问着我？你真咸呢！你才离开无到2点钟，无人问你啦。你是上厝啊吼？我则无咧，我是调查军情，才知影后一步要安怎做。你即马伫倒位？我伫，你还是莫知影较好，较免你讲老高。我敢有遮尔戆？我毋是廖白啊！毋是啦，就我伫阮儿子因兜啦。哈？你拣一个遮尔歹的所在去哦？哪会歹？有食有啉，阁毋免钱，而且重点，阮儿子阁袂管我，伊嘛袂甲阿嬷斗，偌赞咧。好，你着甲张友我好好斗阵。我想你应该真紧就想要转来啊。对啦，你感觉阮阿嬷甲阮爸差不多当时会是来找我？哦，你失踪嘛，计较较成的好无？你等下就把手机关机。毋是啊，安尼你要安怎甲我联络？你着早起甲暗时开机，看一下信息就好啊。你失踪的时阵爱计较较成的，互人找无你，人才会紧张好无？哦，专业的哦。你离家出走去哦。我会当做教授咧，重点是你意志爱坚定，把手机关机，紧的。毋是啊，卡叔你有消息哦。哼，我即摆着互恁足紧张、足着急的。哼。哇，足芳诶！坐，食了阁袂歹呢。我原本掠准顶过甲足凄惨。事务所开始有稳定接一寡 case， 所以有一寡收入吧。食披萨，你看卖这是安怎做的啊？披萨就披萨做的啊，这是啥物回答啊？当然毋是啊，这是用吐司边，然后切一段一段，然后加青菜，搁加 cheese， 搁有哈姆，然后摕去烘。你讲的是迄个搁大搁定的歹食的吐司边哦？
哦，看起来真神对无？嗯，工人家手艺一流。哦，做甲真正足神诶！莫甲我讲这两项是虾米版野草来煮的哦？对啊，这是厝边种的盆栽，当然毋是啊。我还阁无法度甲这种粪素变做黄金啦。好啊，紧食饭。这幸顺利的日子，有家己的厝，食饭嘛免看爸的面色。你不爱食哦？哦，我有代志要出去者，恁食就好。什么代志？就一个香港的朋友来台湾，我要请伊食饭。香港的朋友？哦，你免烦恼，毋是雷公迄款的，是自细汉到做伙大汉的朋友。伊来台湾旅行几工，我想讲，若无请伊食饭，有淡薄歹势。等伊食饱，我顺便带伊去西亚市，下口我转来。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入去哦。莫受伤哦。你足坏呢！来去，拜拜。我发现恁两个开讲就成阿某呢。你莫有白讲，阮两个只是室友。你足烦的呢！我从来冇看过你安尼呢，而且拄只邻家兄要走的时阵，吼，你就感觉虚伪啊！甲我讲你两个无在谈恋爱，我对你生啦。毋对，我本来就对你生。莫阁有白讲啊，还是讲因为伊甲卡廷因爸实在足成，所以你甲感情放在伊身上。求你，你阁有白讲，你就甲我转去。紧入来，你看，我拢准备好啊。这书应该用的，是照你以前顺序已经的。好啊，我等下去试，先甲我讲你的计划。喏，咱即个目标咧。是想要趁钱，说啥物拢唔捌的好爷太太。我会甲因介绍讲，你是我的头家，是专门在做虚拟货币投资的第二代。啊，我呢，就是你在台湾这边处理业务的人。就安尼。一本简单的计划书，就是要骗到钱哦。当然唔安尼啊，上主要的是靠你工人家这个面。佮加上你的口才遮尔好，只要发挥以前的实力，我相信绝对无问题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来，你先去换衫啦。出来了后，咱对头下让一下。好。啊对啦，这个手机你摕咧，以后联络较方便。敢有需要？这是最后一届啊。你敢会当保证一届就成功？你放心啦，等成功了，我会完全消失在你的面头前。我讲话算话，去换衫，紧去换衫啦！这是你欠爱丽丝的，这笔小行员啊，你甲过去就无任何关系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，你的无言。
陈太太，歹势呢，互恁等足久诶，来，来。坐，不要紧啦，免遮尔客气。对啦，这是我伫电话内底甲你讲到的朋友简丽芳。多谢。伊平常时对投资理财嘛就有兴趣诶。我想讲有钱大家做伙趁，就带伊做伙来啊。简小姐你好，我是 Alice。这位呢是阮麦克的 CEO， 伊叫麦克。这几天拄好来台湾，我就邀请伊做伙来啊。两位秘书好啊，我是 Michael， 来，这是我的 business card。即马少年企业家拢遮尔缘投哦。对啦，陈太太，这吼是你这个月的红利，扣掉20%服务费，还佫有遮多。我顶个月才投资1000万，一个月就分这么侪红利哦。早知影我就加投资一寡。迄袂用呢。我创办这间公司的理念，就是希望会当分享利润，所以每一个投资者因投资的金额拢有限制。因为我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拢有公平趁钱的机会。丽芳，你看，我就讲这间公司甲其他的无共款啊，无亲像一般的投资单位，一直爱你甲钱投入去，然后就无爱管你的生活，对吧？我听讲恁是投资比特币挖矿，我嘛有朋友伫做这，家己开几落百万买机器来学就好啊。是安怎我爱家己交互恁？假使你的朋友真正有在做这，安尼伊应该真清楚，比特币挖矿吼，比的就是算的速度，想算了紧，就当抢到机会。当然，你想要一个人做，嘛会尔，免几百万，开10几万就当解决啦。也毋过吼，我讲一个例互恁听，假使有一片树林内底有一条泉石，借问一下。是一个人找到机会较悬，也是1000人找到机会较悬？迄啊就讲，当然是人侪找到机会较悬啊。无毋对，所以阮的方法就是集合大家资金，在世界各地成立上专业的矿场，用几万台上先进的设备去挖矿，先抢先赢。像遐家己做的，或者是较细的矿场。除非有互雷公卡到的机会，若无啥有机会甲阮竞争啦。也毋过，即马愈来愈侪人投资，大家本着的钱，毋是嘛愈来愈少啊。甘小姐足有概念的哦。无毋对，比特币的数量毋是无限的，伊就亲像是地球的黄金或者是泉石，愈侪人学，机会当然愈少。所以你才爱马上加入阮。趁钱机会永远是属于有眼光的人。哎呦，丽芳，这个代志吼，就交互两位专业的来就好啊。咱吼就等咧分红趁钱就好啊。你看啦，我1000万，一个月就趁80万呢，这比卖厝、买股票搁较好趁呢。阮即摆拄要推出一个新的投资企划案，投资的金额会用提悬到5000万。若是安尼，一个月毋免讲80万，超过500万都有可能。有影无？超过500万哦！啊，我看卖，我看卖。哇，袂歹呢。也毋过我无遐尼侪钱啊。丽芳，你较好个，5000万无算啥哦。我看卖。阮投资计划的会员拢有经过严格的审查，毋是啥物人拢会用参加的哦。今仔日会来找简小姐讲，嘛是因为陈太太伊甲阮推荐。也毋过，假使简小姐感觉袂放心，无要紧啊，阮袂勉强啦。等，稍等咧。丽芳，你毋是讲要甲我做伙投资这？哪会即马丢毒啊？这机会难得呢，爱好好把握啊！你看我一个月就趁80万，偌好趁呢，哈？无要紧啊，阮真是袂勉强，会用。好啦，我加入。感谢是咧，安尼就好诶。先借你趁大钱哦。简小姐，安尼麻烦你在这份合约顶悬签名，
然后一礼拜以内把钱汇去这个口座就用的啊。好，既然简小姐是第一届投资，我感觉先投资1000万就好啊。Alice， 这份合约你先摕回去，咱国甲简小姐约时间，你准备1000万的合约给伊，敢会用呢？会用的啊。安尼简小姐，咱后届见面，我再摕一份1000万的合约给你。这阵啊，我甲Michael拢会伫台北，假使你有任何问题，随时甲阮联络。满英找我来啊！拜拜，拜拜。简小姐再见咯。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啊 Alice， Kitty， 我今日的费用， 喏，合作愉快，以后有需要再搁找我，我来瞧。拜。江玲姐，你拄则倒咧创啥哈？我的5000万都安尼无啊！迄人1000万阁无够，一定要甲人破产是无？靠！你什么时阵会当真别人啊哈？愈来愈无亲像以前我熟悉的江玲姐啊！今日就到这，我先来走。你拍什么请人来转去哦？你的家母敢袂怀疑？去你遐换衫。我伫换衫呢。你有啥物件我无看过啊？你阁会歹势哦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伫换衫呢。你有啥物件我无看过？你阁会歹势哦？身材保持了袂歹嘛？你哪有煞来？即摆是安怎？即摆有某袂去摸哦？老实讲，你到底敢有甲伊困过？无。哦，所以迄个查某对你来讲，一点魅力拢无对无？林姐，伊慢落来陪啊，好不好？唔好，阮某搁咧厝等我。我倒来。转来哦。嗯。食饱未？食饱。伫夜市食的哦。什么夜市？你毋是讲你的朋友来，你要带去食夜市？对啊，阮走去夜市，对夜市头吼，哪食哪讲，食到夜市尾，食到得要电视啊！啊，恁拢讲啥物啊？
嘛无讲啥，阮朋友是旅游布洛克啊，即个来台湾旅行，希望我会当替伊翕一寡相片，所以即阵啊，我会对伊四个走。安尼嘛好，你有代志做。啊，恁小弟咧？伊讲伊忝啊，先去困啊。安尼我去洗身躯，我嘛忝啊，洗来困啊。嗯。这眠床内又搁顶又搁细，足歹困的。6:40，天光啊！天光啊！开去！阿嬷甲爸一定足烦恼的，伫敲我电话，我以后只就敲30通。哪一通拢无啊！靠！信息嘛无，因敢真是无想要插我啊！阿嬷，啊，你敢有看到张友丽？哎哟，啊，伊迄个片段吼，迄若是放假，拢嘛困到顶头才会起床啦。也毋过拄则伫咧伊房间，我无看到伊呢。是啊，嗯，啊，你应该是出去耍啊啦，出去耍拢即早就起来啊。也毋过我为昨暝敢若都无看到伊啊，早起嘛无看到伊，伊敢会伫外口安怎啊？袂啦，伊定定走去小开遐拍电动啊，若是拍了伤晚，就规气咧困啊，困饱伊就转来啊，毋要烦恼。阿嬷，你拢袂紧张哦？敢讲你毋惊张友丽伫咧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哎哟，不会啦，你是咧烦恼啥啊？阿妈即摆咧看电视，你莫吵我啦，当真菜讲。SOS， 打电话给我。阿嬷，我出去食。啊，去。喂，阿嬷是手机歹去啊，还是无充电？无啊。无，哪有可能一通电话甲一个信息拢无？毋对啊，应该有发现我无落去食早顿啊。伊知影你无伫咧厝，而且我昨昏就甲伊讲你无伫咧厝，伊一点拢袂紧张。哪有可能？我阿嬷的金孙呢？我顶个只是去小开遐拍电动，伊就直直敲互我，即个哪有可能无反应？伊就是知影你定定伫咧同学遐过暝，伊感觉无啥物好烦恼的。阿嬷真正安尼讲哦。骗你创啥？非得你免想要甲以前共款互疼惜，死心啦！好啊，一定是因为一工阁无够，无要紧，我就加大几工，互恁遮无关心我的亲人感受到失去我的痛苦。妈，你有看到友日无？我敢若为昨昏都无看到伊安尼。啊啦，你收到伊啊？友啊，昨有打电话来，讲友日吼，昨昏走去找伊。伊去友我遐要创啥？啊，就厝内无温暖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伊认为讲吼，你即马心肝内，敢若民风巴肚内迄个囡仔尔，有伊吼，无伊，对你来讲也无要紧啊，所以伊就演一出失踪记互你看。我总袂用为着甲你斗相共，我后半世人就安尼毁掉。迄500万我无爱啊，你家己想办法啦。拜无采时间啊，办法我想好啊。大哥，既然即马咱知影这毋是介意啥物，安尼咱就对遮下手啊。我较互张总监，伊拢无讲，你敢知影去倒位啊9点啊，兴华的人那也无出现。也若无，就先互阮美互你报告啊。歹势，阮知道啊。阮张总监身体无爽快，所以今日提案由阮陈总监代表兴华向大家报告。是我的工课出问题，我愿意担起所有的责任。关华，你昨暝甲友莲做伙，你甲规个过程讲一遍。灰白色墙面。
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